姐，我们做了一张生活作息表，可以请你帮我们看看吗？当然没问题呀。早上8点起床，然后要吃早餐。不对，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应该要先去冲牙齿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冲牙齿就是刷牙。对，冲牙齿之外还要洗脸。那吃早餐完就到12点吃午餐啦。没错。那吃完早餐到吃午餐中间这段时间，你们要做什么啊？不一定啊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。那吃完午餐就收一董猪了。是睡午觉的意思吗？是啊，没错，收一董猪就是睡午觉的意思哦。那接下来就是晚上6点吃晚餐了。收一董猪完了就直接6点吃晚餐，那中间这段时间你们要做什么啊？还没想到哎。这样听起来你们一天的计划就只有吃饭还有收一董猪而已哦。我爸爸常说，做事要先把握住大原则，再来考虑小细节嘛。没错，亮亮的爸爸说的很有道理哦。是啦，很有道理。冲牙齿，刷牙。彤彤姐姐早。亮亮早。亮亮是不是没有冲牙齿啊？这样不行哦，冲牙齿很重要的，快去。好。我马上就去。睡董猪，睡午觉。别吵了。既然亮亮在睡董猪，那布丁只好我自己吃掉了。布丁，我起床了，我要吃。冲牙齿，还有睡董猪。